上主啊，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乱步上主的埕，甲要昏去。我心神向永活的上帝欢喜唱歌。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57首，圣诗第157首，我心慕救主耶稣。到前来吟全首。谢谢。这是三个来压头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伫真早时，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通平安顺遂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敬拜你，学罗你。阮满心学罗你，你创造天地，主宰的万美，又搁差遣你的独生囝，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互阮因为信就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也藉着耶稣基督的骨活，
阮得到永远的活命。阮也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伫咧，因带阮通接受你的教示，互个人拢通入捌你对因的旨意。主啊，你是全能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求你帮助阮有信心，有行动，毋但顾家己的代志，嘛互阮扩大阮的眼光，伫阮脚踏的所在，勇敢来为你做见证，传福音，奉你的名带人归主。阮毋望来成做你的器具。阮了解，阮所做的，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拢是我靠你搭通完成。主啊，你有满满的恩典怜悯，求你赐互阮开力，学习你的样式，用互相疼痛、互相支持，来担起你交代互阮的使命，伫世界人的面前来显明你的荣光，互众人拢入捌你的真理，拢来倚靠你。阮搭向你大声恳求，望你来看顾教会，疼惜阮即块土地，互社会和平，国家毋免面对战争的威胁。阮感谢你，疫情渐渐散去，请你感动兄弟姊妹的心，转来甲阮一句聚会，互相关怀疼痛。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下，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角来读上帝的话，伫圣诗后壁第启应文第43篇。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一声，恁会对救阮的水泉有欢喜切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播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接下来，三角来强首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11章11节到12节，第二位伫约翰福音12章到3节。11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入去圣殿，他行看一阵，看一轮，因为天已经暗，伊就甲12使徒出城去伯大尼。隔日，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来时，耶稣巴肚枵。半过节的6日前，耶稣去伯大尼，就是耶稣互迄个对死搁活的拉撒路住的所在。有人伫遐为着耶稣准备暗顿，马大。伫招待，
拿撒勒是甲耶稣共道的一个。玛利亚赶一罐纯的高贵纳达香油来抹耶稣的脚，佮用家己的头毛甲伊拭，油的香味，互规厝内香讲讲。第二位圣经，即时来学老请献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你扶持我。即是请牧师来讲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今日北大年的时间。
感谢各位平安。搁无几礼拜，咱就要进入到受难周然后搁活节，所以咱的主题要用甲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系的主题来甲咱来分享。今日要来分享的是一个甲主耶稣生活中间一个较细节关系伊大的所在。咱三甲来祈祷。所以我搁一遍来到你面前，愿意来敬拜你，这就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主也要伫这期临到的时阵，我们来思考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你为着救恩，你面向耶路撒冷，行向耶路撒冷。主，你有过，你要互人交伫人的手。主，你伫遐要受着十字架的这个苦难，主耶稣基督啊，透过今日嘅信息，我来明白，我们来怎样来迎起这个日，来陪伴我的心。主耶稣基督，你救恩，甲我的性命会当相结连。主，你透过今日嘅信息，佮来教示阮、鼓励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性命。阿门。咱若是出外去旅游，可能是去到国外，特别少年人即马真爱自助旅行。那自助旅行呢，其实上介重要一项事，去到国外准备大的所在。有大的所在，也就真定得。然后你较开始去找要去食啥物物件。所以通常大是整个旅程中间非常重要第一步的安排。到啥物所在，这是咱的选择。可能你去准备较星级的5星级、3星级，拢不要紧。是你若背包客，可能就是青年的旅馆，真俗，真利便。所以去到一个真清楚的所在、外地的所在，咱爱去找一个会当休困的所在。定到了后，咱较有这种安全感。有时咱要去的所在，嘛不一定爱讲安尼非常豪华，可能去到亲友的所在，也是真温暖，甲你关系真密切。所以你去到遐大的时阵，你嘛会当真放松，家己的所在有这种温暖。所以我就选就几个朋友带咧，去到暂借的所在，住伫遐。住伫遐时阵，当然大所在毋是安尼真豪华，就是咱像一般的人家。甚至住伫教会的这个通铺内面，房仔厝、房仔面床。但是暗时时阵，伫咧山内底，真清爽、真凉，看这个星，就这个环境中间，有通住，会当歇，但是真温暖，感觉真享受快乐。今日咱要甲分享主耶稣基督生活中间一项事，伊所徛起的所在。圣经捌形容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讲伊所行的天顶。飞者有厝，有寿，狐狸有洞，人子无磕头的所在。所以这句话，敢若亲像讲，主耶稣基督伊带这学生周游到逐个庄社，毋知住伫啥物所在，敢有安尼想？对这句话，咱亲像咱主耶稣基督，你行到倒位，歇到倒位，佮遐一群人，所以可能有时阵住伫野外，无磕头的所在，敢若随遇而安。行到倒位，歇到倒位，迄个感觉，你有想到讲，主要说带遐学生去到安尼周游逐乡镇的时阵，伊到底住伫倒位？其实主要所基督，毋是咱所想的随遇而安，因为伫伊行程内面，拢有伊神圣的旨意。所要去的所在，伊要拄着啥物种的人，要达成啥物的目的，拢有一寡计划，有一寡选择。圣经记载讲，主耶稣基督有一遍经过撒玛利亚，伫树家的果子边拄着一个妇人人，结果带来全城的改变。姊妹，为什么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一些人是无爱入去的所在，但伊特别选择，就是要进入到撒玛利亚，行这条路，然后去拄着，去这个叙家的。妇人人，因为这毋是偶然发生，这毋是随遇而安，碰巧，这是有一个安排计划。
主耶稣基督受定是要加前6天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政治的中心、宗教的中心、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伫整个迄个国家中间，这是一个整个的中心点。可能咱若对庄脚的时阵去到台北，你感觉台北这是一个真大城市，一个天龙国。我会记我伫住屏东囡仔人，然后去到台北的时阵，有这种恐惧感。唔知啦，迄阵是安尼恐惧感，就感觉讲安尼，庄脚人你要去大城市，就感觉讲咱甲伊文化甲伊生活水准差足多，去到有种安尼疏离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有一天呢，主耶稣基督伊小弟对伊讲：你若是要出名，显露你的名声，你就去到耶路撒冷。但圣经内面讲到一项，主耶稣基督到伫后来，伊面耶路撒冷，伊惊要去到耶路撒冷，但是伊讲一项，有过一项，人要将我交伫人的手内面，我要受交伫人的手，然后要受到苦难。然后要受定十字架，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毋是像咱讲最庄脚偏乡的所在，去到大城市，迄种安尼开阔眼界，你感觉讲即种进入到一个非常豪华的所在，整个政治的中心，互你感觉讲你有一种真大的成就感，迄个感觉。主耶稣基督要去到耶路撒冷，是为着受定十字架。耶路撒冷伫遐学文书、经学书，经学书因守遐律法，加做一个4个条文。遐有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伊附属伫迄个律法的主义，因失去对上帝敬虔的心，嘛对人无一个疼心。伫遐嘛有撒都该人，甲祭司长。祭司长呢，咱像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但实际上来讲，因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一个地位，因是一个政治的群体，因关怀世界，超过关怀上帝的国，因忽略百姓的信用。伫遐有圣殿，但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你要到这个圣殿的埕内面时，伊讲。圣殿应该是敬拜上帝的所在，但是这个所在哪亲像插手共款。所以，伫人所看迄种非常豪华的所在，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内面，对主耶稣来看，拢是完全失去伊原来应该有一种的表露，特别是甲上帝的一个关系。整个耶路撒冷。是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对敌的一个关系，所以去到迄个所在，并不是讲咱对一个做城市的一个欣赏，然后有一天安尼去到迄个所在，开阔眼界的所在，去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基督所拄着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所在，甚至伫遐要来迫害，甚至要将耶稣基督审判定十字架的所在。所以圣经内面记载，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主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前6天，伊来到耶路撒冷。议事的时阵，伊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内面，伫个所在看一轮，6天拢安尼进入。但是这个所在记载，伊讲到伫黄昏的时阵，伊就出去城市，出城来到一个所在叫做伯大尼，小小的城市。伯大尼是伊伫议事进入到耶路撒冷，甲所有人伫遐讲话，伫遐甲这个宗教领袖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对抗了后，伊的心灵会当安息的所在。伯大尼暗时伊经过橄榄山，然后来到伯大尼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大概有6里路。到伫今仔日，伊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村镇，伫遮只有700个百姓居民。
但即个所在有一个收容迄个儿童的基督教机构，底下有一个称做波大尼之家。台湾嘛是波大尼之家，但是伫台湾你若看到波大尼之家的时阵，通常伊都是甲较弱势、较卑微的人相同做伙。伊可能是一个收容儿童的所在、孤儿的所在，还是身躯有一寡生长的问题的所在，拢是关怀上界弱势的所在。所以你若讲到伯大尼的时候，伊袂甲这大官府啊、真尊贵的、真有成就这人相同做伙。伯大尼之家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所在、卑微的乡镇。主要所基督去到一个卑微的所在休困。但是伯大尼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无花果之家。无花果呢，伫圣经内面的意义，那是一个医治甲恢复健康的所在。所以伫《王记》下20章记载讲，犹大王希西家伊破病将军要死，所以伊就求救上帝，然后上帝就差遣以赛亚摕一块无花果饼抹伫希西家的疮的顶面，这个疮可能是真严重的疮，然后伊就得到医治。所以无花果之家，意思是讲这是一个医治的所在，这是一个健康的所在。无花果之家代表一个丰盛恢复的所在。姊妹，所以若是咱将这个人送到无花果的所在，这拢是非常弱势。波大尼之家，我住伫屏东，屏东嘛有一个波大尼之家，这是收容CP 的一个囡仔的所在。去到遐时，你要看到什么希望？伫遐你看到世界上界软弱、上界卑微的，无都亲像安尼真健康活动的人，在收容伫遐，一个恢复，然后家庭带来一寡希望。所以这是代表丰盛、健康、希望的所在。所以伯大尼是非常卑微的所在，但是这嘛是一个丰盛、健康、医治的所在，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圣经记载主耶稣基督有3遍来到伯大尼。第一遍，伊来到伯大尼的所在，圣经讲主耶稣基督并数爱玛利亚，伊的小妹爱马大，伊的小妹玛利亚，还佫因的兄弟纳撒罗。姊妹，圣经记载讲，伊听这个家，所以伊来到这个家，因为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卑微的所在，进入到卑微的一个家庭内面。所以第一遍的时阵，马大甲玛利亚因真热切来欢迎耶稣基督，然后马大就展现伊的温顺、伊的体贴，招待因甲这学生。所以伊认为讲，这耶稣基督已经要照传统来讲，我得爱真热情来接待这个人客，接待耶稣基督。伊就伫厨房内面煮食这个物件。照讲来讲，玛利亚嘛应该甲伊阿姐斗相共，无用这个代志。但是玛利亚伊就去进入到客厅内面，甲违反过去的传统，坐伫耶稣的脚前听伊，然后甲因三角组织。所以马大伊安尼真无用，骹手咧真无用，这个厨房的代志时，伊目睭其实看两位所在，一个就是看耶稣基督。做爱甲去耶稣基督做伙，这是伊所羡慕一个人，然后来到遮，所以我相信伊厨房哪做在伫遐看耶稣基督看你创啥物。但你另外一个目睭是看啥？看玛利亚。这玛利亚哪伫迄个所在，伊应该甲我来相同做伙，所以看到耶稣基督有一个羡慕，看到玛利亚就真生气，姊妹，这常常是咱真济情形我言。伯大尼之家教是咱一项代志，主耶稣基督因为听进入到咱的生命中间，带来启示、教导甲救恩，
所以咱嘛真愿意来服侍伊，就亲像咱今仔日有真侪兄弟要相同来服侍。服侍的时阵，咱有一个热心的心，但是有真侪时阵是因为咱照咱的期待、咱的想法来服侍耶稣基督。亲像马大共款，但是呢，伫服侍的时阵，会当展现有当时咱的温顺，表现出咱的热情，但是有时候若服侍非常无用了后，咱就怨言就出来。咱希望服侍会当互主耶稣基督得到欢喜。但是，咱服侍中间嘛，是咱会进入主观，出伫咱家己的一个主观的立场，安尼，哪无用，哪野善，啊，咱真侪批评，真侪怨言，为什么伊拢无做？啊，这个无做迄？为什么做了无好？啊，无照啥物意思来做？因姊妹，咱服侍时阵，咱就感觉安尼愈侪怨言，常常拢有即种的情形。但是玛利亚，伊做另外一项事，伊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听伊所讲的话，甲有一个较亲近的一个反应。这是第一遍，主耶稣基督因为听，进入到这个家庭中间，然后带来好这个家庭的一种的反应。第二遍。来到伯大尼，第二遍来到伯大尼时，因为伊所听这个家庭发生一件悲剧，马大甲玛利亚的小弟列撒罗死。伫过去来讲，男性是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家庭的希望，因为伫社会所认定的一个身份是男性，所以伫这个家庭中间。重要一个人，受社会认可的人已经死，那亲像这个家庭失去一种愿望，失去一种倚靠。所以圣经记载讲，马大出去迎接主耶稣。列撒罗过身第4天了后，主耶稣才来到伯大尼，马大出去甲迎接。虽然伊心中非常的艰苦，但是无隔长，伊甲主耶稣基督关系去迎接伊。不过，这边玛利亚就感觉安尼，伊所回应的方式，让咱感觉讲较消极。玛利亚可能心底真忧伤，伫咧真大失落痛痛中间，伊甲主耶稣基督有这种的距离。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家庭的时阵，玛利亚哪亲像就怨言：主耶稣啊，你应该伫遮。哪亲像讲？我相信你有迄个医治的能力，但是你无及时来保护、阻止这项悲剧发生。这也是常常发生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咱相信耶稣基督有全能，这是咱相信的，伊是全能创造万物。但是咱常常有一个发言、怨言，主耶稣啊，为什么我会含了这种代志？你有能力，但是现在为什么我忧患受苦？你会当来帮咱，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伫迄个苦难中间？为什么你无及时伸手你的全能的手来医治？为什么你无及时阻挡这项悲剧发生？无阻挡患难发生伫我的身上？一方面你无阻挡，一方面伫患难中间你无接受救助。上帝啊，我伫现在苦难中间，你到底伫倒位？我相信这也是玛利亚迄个时阵所期待的，伊就找劝人去请主耶稣基督来讲，你所听人已经破病，真危急，请你赶紧来。但主耶稣基督就听候4天了才来，要及时到。那姊妹伫这个所在，咱嘛是祈祷啊。主啊，我嘛是共款伫患难中间的时，我嘛知影来你来恳求，而且照你所讲的话内面，讲到上帝，你是阮及时的帮站，敢毋是安尼？上帝伫患难中间，我嘛是来倚靠你，嘛来相信上帝，你能医治，所以我你来恳求。但是我犹原现在伫苦难中间，也是这个苦难并无阻止，并无阻挡伊发生。主耶稣基督，
当我呼求你的时阵，你伫倒位？这个常常咱上对玛利亚这个口气中间，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反应。主耶稣基督第二遍来到伯大尼，伊互拿撒罗对4个月，伊带来格外快乐，互这家庭对哀伤中间带来喜乐，互失去希望、陷入伫绝望的人重新得到盼望。所以第二遍伯大尼，也是咱正人所会当经历的事，互咱伫上介深的绝望内面，甚至陷入到死亡、死实的权势中间的人，会当赢过对死的惊吓，甚至对咱对真大苦难、对死实的中间，会当经历伊所带来高活甲医治的一个权利。这是第二遍。当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伯大尼之家时阵，所带来一个稳定的救助。你有经验到这个事的时阵，也无患难中间，主耶稣基督是咱真大盼望。经过真大患难的时阵，咱会当重新得到快乐；非常衰弱的时阵，咱会当对主耶稣基督佮得到格外活命。所以，因为听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伯大尼，带来救恩，带来拯救。主耶稣基督进入到咱的生命内面，但是呢，当咱伫咱信仰生活中间的时阵，咱嘛陷入一真大的苦难内面，所以主耶稣基督佮进入到咱的伯大尼，咱的这个家庭内面，互咱经历快乐。互咱伫真深的绝望中间，亲像马大玛利亚共款，虽然有怀疑上帝的听，但是咱犹原会当经历伊的能力。第三遍，主耶稣基督过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每一个暗黄昏的时阵，伊就离开耶路撒冷，搁一遍进入到伯大尼这个家，然后你就看伫这个家庭内面有无同款的情景。要像第一遍因真无用咧服侍，真无用伫厨房，真侪只怨言真侪只会埋怨。也无亲像伫第二遍，伊真大哀伤，然后伫迄个所在有真大一个患难发生。这遍。第三遍，主耶稣基督伊面对死别家。我进入到这个家庭内面的时阵，咱会当想象伫迄个家庭迄个时阵气氛。最后一暗，有人伫遐为着主耶稣基督被办恩赦，马大犹原继续思考，无怨言。拿撒罗甲主耶稣基督同坐道。无有死亡阴影，无有患难。玛利亚摕贵重的香膏抹伫耶稣的骹，用伊头毛去切，厝内底真芳气安尼摊开。主耶稣基督对伊讲：“这是为着我安葬日所备办的。”咱姊妹，这是最后。伊进入到伯大尼之家的时阵，这个家庭内面的一个气氛。那姊妹，这是三遍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伯大尼。第一遍，主耶稣因为听，进到这个家庭带来救恩，互伊当甲伊3000军入捌伊，享受伊同在的听。第二遍，伊进入到伯大尼之家，伫遐带来一个拯救。恢复格外快乐，互因会当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权能，真最及时的帮助，互因对真深的绝望中间拯救出来。这两遍拢讲到主耶稣基督伊所做的工作，对这个家庭所做的工作。第三遍伯大尼之家讲到因对主耶稣基督一个回应有几方面。
主耶稣甲因同坐倒。主耶稣甲因同坐倒，这个意思，咱是讲到邀请主耶稣基督坐伫上界悬的位，因顺服主耶稣基督是因的权柄，认定主耶稣基督是因下中间的主。第二，马大侍奉无过有任何怨言，而且用非常欢喜、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服侍。第三，列撒罗到主耶稣基督同坐倒，还是讲到已经经历对死过活的溃烂，然后伊甲主耶稣基督生甲死的联合，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玛利亚献上真贵重的香油，代表伊对主耶稣基督的敬拜完全的奉献。照着伊所献的香油，倒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这香油表示完全的奉献，以及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因为知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这是为了安葬所备办的。学生无法明白为什么伊到耶路撒冷，学生无法接受主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这项有过。独独玛利亚伊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讲，这是为着伊安葬所备办。玛利亚进入到上帝的旨意中间，明白主的旨意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进入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伯大尼之家，伊欢喜来到伯大尼。咱是不是有备办来成做主耶稣基督徛起的所在？当圣神住伫咱内面的时阵，咱的心就是伊徛起的所在。但是咱常常心内甲圣神有一寡争执，无法度顺服伊。所以伫咱内面，一方面要听世界，一方面是甲情欲，顺探情欲；一方面甲圣神有一寡争执。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伫咱内面常常有一寡争执。无法度亲像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伯大尼之家，一方面是带来真大稳定，带伫咱内面；但一方面，这是一个完全顺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做主服侍伊的家庭。我相信，当主耶稣基督对真这吵吵闹闹，对着真大这对敌抵抗伊的耶路撒冷，进到这个伯大尼之家的时阵，伫心中有一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一个头毛，伫遮有听。伫遮有服侍，伫遮有尊伊最大。伯大尼之家是伊意爱所去的所在。咱是毋是愿意成做伯大尼主耶稣徛起的所在？咱是毋是愿意来接纳伊进入到咱的家庭，进入到咱的心？咱的心是毋是伯大尼？愿意互主耶稣基督徛起第一位，甘心乐意服侍，甲伊联合，用咱的心灵完全的奉献来敬拜伊，活伫伊的旨意中间。主耶稣基督欢喜进入到伯大尼之家，愿咱的心嘛成做伯大尼。咱三个来祈祷。主，你欢喜进入到阮的生命内面，因为你会听。愿阮也备办阮的心，成做伯大尼。阮是卑微，但是你意爱甲阮三甲同在。阮是软弱，但是主因为你的同在，要带来健康、医治、快乐、欢喜。主啊，愿阮的心备办好势，成做你意爱徛起的伯大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请咱三个来念回应诗，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接受我的主。请大家起来念全诗。
这是咱的奉献，回应上帝疼痛甲恩典，请顺现同工。阮一切所有拢是对你的恩典所赏赐。阮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愿上帝，互阮真做逐项运事，终身的好管家，现像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奉尊荣你的名，愿你感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先介绍新朋友啦吼，黄伟胜夫妇，欢迎欢迎。马介请坐，马介来新来医师院，外科啦吼，永早伫艋舺教会。另外是陈玉文夫妇，欢迎欢迎，因为你是潮州来哈，潮州哟，好欢迎欢迎，请坐。接续咱先迄个报告之前，先互拨一个时间，互亚东剧团，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亚东剧团的事工。那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老朋友们，因为大家对亚东其实是蛮熟悉的。疫情期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教会，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疫情期间到底剧团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疫情对剧团来说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没办法出去演出。别人也进不来，但是我觉得上帝非常奇妙的引导。疫情第1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从美东宣教回来，大家还记得疫情第1年的时候，其实是国外比较严重，对不对？从纽约开始，那时候我们刚回来，我们团长就想，我们看到刚服侍完那边的弟兄姐妹连口罩都没有，我们台湾其实相对比较安全，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打包，把我们手上有的资源寄到那边去给那边的弟兄姐妹。只是一个这样的行动，没想到上帝却串起了一个
联谊来。怎么说呢？我们从开始寄到纽约去，从美国寄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法国，从法国寄到非洲。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好像我们过去我们是人在海外跑去宣教，但是上帝却在疫情中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宣教。那疫情第2年的时候，换台湾比较严重，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团长说，那我们同工不能这样子坐以待毙，我们当中有一些同工会做烘焙，不如我们就把我们的办公室切分一些，买一些设备来做烘焙。那时候呢，就是台湾大家有印象，就是医护其实非常辛苦，没有办法吃饭那些，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会做这些面包，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面包送到医院，全台湾各大的医院，马街我们熟悉的那个詹牧师这边，我们也有送过去，然后或者是我们送到偏乡客服的孩子、戒毒中心等等，老人安养中心这些。那其中有一个见证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们送到一个戒毒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才差不多20岁刚进去，他不断的吸毒，然后当他拿到这份面包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我们的面包上都有附一个手写的小卡，他觉得上帝在对他说话，他不应该再这样吸毒下去，所以他就开始写信跟他爸爸妈妈对话，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道歉。其实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的爸爸是警察，可想而知这个家庭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但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开启了对话的窗口，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去年12月在教会受洗了，而且现在稳定的在服侍。那这个孩子也决定，他未来要去读门训中心，他未来要留在这个地方，持续帮助跟他一样的年轻人。我们真的看见上帝的爱，就是在当愿意给予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的工作。虽然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其实非常不容易，但是上帝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当你愿意给出去，不看你现在手上有剩下多少，你给的时候，上帝就充充足足的加给你。所以剧团也因为这样走过，不但给出去，也走过了这个困境。那所谓的海外事工的部分，去年开始，我们的团长、我们导演搬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成立了那个亚东剧团的国际事工部。所以我们在那边开始会我们期待能够跟多国接轨。那今年、明年、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有同工过去那边，然后制作戏剧演出。然后明年我们希望这个戏剧可以回到台湾，在台湾展演。我们盼望的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触碰更多的人群，这样子也持续为我们的国际事工来祷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圣经剧叫《金花》，过去我们用国语跟台语演出。那当我们搬到中立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客家人，我们的团长就在想，那我们是不是来演客语的圣经剧？我们发现，当我们开始制作客语的圣经剧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发生。通常我们一般都会说客家人很不容易信主，对不对？可是当你用他的语言去演出的时候，他多了非常大的认同感，你的那个人心就开始柔软。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现在排了许多的场次，不管是华语、闽南语、客语，甚至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还要跟海外来的一些印尼的教会啊，或客语教会的一些牧者联合，希望有机会能够明年去到海外宣教，所以持续为我们的这个金花的服事来祷告。那另外就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看一下，这是我们去年所做的。
这是我们去年的创作，是 Nerve 情境式剧场。Nerve 大家刚才看到了，它是什么？枪，对不对？它是儿童玩的玩具枪，对，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王子公主喷火龙。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都有王子公主的身份。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如何面对呢？常常我们一个人很软弱，没有办法去面对。可是当一群人一起来团结，一起前进的时候，那个困难就变得比较小。所以喷火龙寓意的就是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不管你在家庭、你在学校、在工作的里面，你都会遇到很多困难。那这个活动情境式创意剧场其实是适合从7岁以上到70几岁。去年我们有40几个场次将近40个场次的演出。那我们现在就是会重新制作，然后预计今年的7月到12月再推出。然后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想要，我刚才看到大家有一些表情，就是觉得哇，这个好像很新鲜。我们期待就是用一些未信者他很吸引他们的方式，让他们进来一起体验，然后从这当中去认识上帝。OK， 然后除此之外，就我们剧团也有一些活动，就是我们剧场的幕后导览，或者是我们剧场有一些幕后的情境互动的体验，还有这个角色舞台化妆角色扮演。上个礼拜是湖口长老教会，大概34个年长。有2/3以上都是年长者来到我们当中。我记得主办人跟我讲的时候说，他们都不敢化妆，那些来的时候都这样觉得。可是，一来到现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化妆跟角色扮演，还跟我们讲说要拍照，所以这个是让他们能够很自由的在这里。对，然后我们还有刚刚讲的 Nerve 情境体验，这里有个微活动、微体验 ，OK， 亲子也非常合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手作烘焙或者创意手作，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吃的，就是刚刚大家知道我们有烘焙，然后我们有餐厅。那从照片上大家可以看到有羊排、有火鸡，就是我们祝棚节、感恩节、圣诞节，我们有团体的包场。所以来到剧场，不但有得玩，也有得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在这边创造一个很容易跟人亲近的一个环境，让人家可以卸下心防，然后也期待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跟教会一起联合做一些福音的事工。那当然我们有剧场租借跟戏服租借，特别复活节、圣诞节，这是我们剧场常常戏服租借很热络的时候。那也请大家持续为亚东祷告，因为我真的没有祷告的话，这些事工是很不容易进行的。那大家用祷告支持我们，或者你们也可以在楼下，我们1楼有摆摊，那用行动支持我们。那如果想要追踪我们的一些消息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FB、YouTube 或者 Line、IG 上都可以追踪。最后，谢谢教会给我这段时间分享报告，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报告一下。顶主日是大陆车行业的奉献主日，但是因为奉献底下无及时来到咱教会吼，即今日补放伫节目内面，大家若心的再关心奉献。下礼拜主日是清明节假期吼，连2堂礼拜来做联合礼拜。时间是10点半。国节4月7日应啊，国节活动是安尼吼，4月7拜五应暗7点半，新竹中会中区有一个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地点伫新竹教会，欢迎大家参加。4月7礼拜日早起呢，本会有国节的联合赞美礼拜。时班练歌含迄个圣歌队练歌时间，甲乐团买笔具哦吼，这时间大家看者。文读会组有要办迄个儿童青少年的财商课程吼，就是要来管钱啊吼，这是嘛是真好啦吼。请大家家长家己来注意看若有意义。会使来开始报名，边仔有一个 QR code 啦吼。第3期的信徒小组吼，开始今日开始
预备组了吼。我们开始咧邀请 Best 有8算4个车口开始聚会。文道培育组伫迄个台语的圣经课程吼，讲师是阮本会梁淑慧执事4月15开始，每一个礼拜六下晡的2点到3点半，有对外开放啦吼，所以有迄个电子档的 DM 广告啦吼，然后爱是大家斗宣扬。预定的名额名额是30个，再甲干事来报名。若要奉献证明的记得爱伫楼骹遐登记吼。即马是第一摆已经收了，即马开始咧送去中会用印吼。看牧师有补充无？这有两位线上的消息哈，这里就是林思雨，林思雨的2月7日吼，这是明太长老甲亚庆因的第5个孙，拢查甫的，安尼，台湾4个，即马日本1个，安尼，非常的恭喜吼。佮有第位是黄永新执事吼，这个阿公是黄同培甲文英啦吼，黄牧师也成功了哈，谢谢大家的祝福哈，拢平安哈，即马在做回来哈，安尼，这段时间差不多上帝互咱的产业拢查甫的，吼，拢安尼一个拢安尼查甫的吼，安尼，多多生产哈，安尼，所以教会嘛增长啦吼，安尼，愿上帝祝福咱的迄个孙东了牛稍微期安尼主华的吼，所以4月7日下晡1点，要伫台北2滨遐来举行安息的一个礼拜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伫1楼，若要去1楼遐登记一下，咱搁来安排交通，咱若到人业，咱希望也咱伫这会场中间来献诗。咱的教会设立66年，过去拄设立的时阵，伊就是咱上届主亲的一个会友吼，所以甲咱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咱过去教会拄设立的时阵，嘛是捌伫因兜做礼拜所以甲咱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吼所以伊最后这段时间呢是住伫这南口伊查某囝的所在受伊照顾所以伫2滨这边的安息礼拜是由南口的浸信会来主理但咱去参加，咱当献诗吼。多咱有看到亚东剧团因的报告，所以1楼这个所在嘛摆真侪因所制作这个真可口这个餐点以及这个物件咱伫8楼后壁才有那奉献地，如果咱愿意为着因来奉献咱去8楼这奉献地来带因奉献关心买因的物件伫咱的经费方面来带因支持。这是三甲来吟祝福七庆的诗歌，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金刷，阮再请牧师祝祷，请。
啊！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我水，你无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原来主耶稣基督甲爸上帝，就是听咱。也伫恩典中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愿望赏赐咱的，愿你安慰恁的心，坚固恁伫一切好的所行、好的所讲。阿门。请坐，庙倒，愿上帝赐福。你的。